莲友们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因为佛法不能离开世间法。你虽然很会用功，很会修行，发愿西方，但是呢，我们做人的根本这个生活态度啦，或者是做人的道德观念呢，应该要有吧，各位对不对啊？所以佛很多祖师大德一再强调告诉我们，尤其印光大师这么说道：末法的众生一定要遵守2样原则，一个叫做因果，而第2项就是念佛。因果就是讲做人的道理嘛，各位对不对啊？你不应该说，你不要说；不应该做，你不要做；不应该想，你不要去想它。那么这就因果嘛。你如果没有种下恶因，你就不会得到恶报。那这些都是我们关系到做人的道理。那么我们现在来讲，为人诚信就是第一财富了。一个人很实实在在，讲话有守信用，这个人是第一财富，是最人格高尚，人家崇拜你，恭敬你，所以你就贵人就明显。你走到哪里左右逢源，大家都欢迎你，就是最大的财富了，就是最大第一财富。信仰正法是第一谈吐。你如果信仰，我们有中心思想，我们人心中有一个，比如说佛啊，有菩萨呀，有神啊，我们有这种信仰，但是要信正法，正确的方法，不要迷信，不要迷信。很多人就假借着宗教来欺骗众生，我们人呢都愚痴，没有智慧去判断，被利用了，就很可惜。所以我们信仰要正法，正法怎么样能够看清楚这个世间的一切？他把内幕，真正的内幕让你了解明白，能够看开放下。各位，我们一切都是无我，一切都是无我，一切都是无常的那么如果你懂这个道理，这个正法告诉你怎么样去念佛，为什么念佛的道理很清楚明白的，对你有所帮助。如果你信仰是一个正法，这是第一谈吐，是人生走向光明大道一个最大的保障，最有力的力量来辅助你。这是走向谈吐，就是非常走向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，不会堕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。所以各位，信仰正法，正法很重要，正确的方法，了生脱死的大法，而不是被人家那种邪恶的邪魔外道被他们这样利用，什么东西都要钱什么东西都要怎样，搞得我们身心交瘁。我们不能够这样，所以一定要注意正法，正确的修行方法。如果你能够信进去，得到这个法，那你在人生的道路上就不会迷惘，不会迷惘。正言实语，我们要讲正确的话，实实在在的话。讲话就不要说隐藏啦、躲避啦，或者是故意去打妄语或者讲话故意去很恶毒的话、恶言、恶行、恶状这样子来对待别人，这是不应该。所以我们要正言，要实实在在的话，这个是第一妙位。你看，我们经常赞叹、鼓励，给人家希望，给人家方便。你这个嘴巴在赞叹别人的时候，你这个嘴巴出妙香出妙香，所以这是第一妙位你经常讲正正当当的话，实实在在的话，那么自然你有那个因，善的因，当然就有善的果报就第一妙位。坚定念佛是第一生命，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永存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长久久。各位，你要坚定念佛，这个念佛要坚定就不能摇摆，不能摇摆不能迷惑各位，而且怀疑不可以这样。我有非常的坚定的信念，我要念佛。为什么念佛？知道阿弥陀佛要救度我。像我们这种罪恶的凡夫，是一个烦恼苦海的众生，只要我相信阿弥陀佛要救我，我好好的念他的名号，这是我们顺他的本意。所以如果你能够起了这样一个正确的念头，坚定的念佛，这是第一生命，能够把你的生命不要再轮回，不要再堕落，不会去受苦，那么让你能够超生，让你能够往生西方成就。你想，这是我们念佛就是我们的第一生命，就是我们最重要的。
最要紧的，跟我们紧紧的就是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。所以念佛就是我们的第一生命，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尊重，随缘。但是念佛，你叫我说不要念佛，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念佛不但救我现在，还救我下一辈子，救我来世。所以这个是我第一生命最重要的功课啊，各位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生命，念佛是第一生命，有没有道理？有没有道理啊？非常重要哦，各位。如果这几个观念，如果你都能知道，那么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，你没有白来了，你没有白来，你来转世投胎，真正的目的，你真正的意义，你都掌握在你的手中。各位幸福快乐，好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